自2025年1月初7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看见全职侍奉者的需要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利未记第7章第1节到38节。下面是赔罪祭的条例。赔罪祭是至圣的，就伫杀烧化祭的精生的所在，杀赔罪祭的精生，甲伊的血溅伫祭坛的四周围，伊的油着拢献规支肥的马腹内甲伊顶面的油，两粒腰子甲因边仔的油，以及肝甲伊的毛细，拢着摕起来。祭司着将这个下伫祭坛顶烧，做献予上主的祭物，这是赔罪祭。祭司家属的大部人拢通伫会幕的埕食祭物，这是至圣的。赔罪祭甲赎罪祭的条例相款，祭物归伫献这个祭的祭司，同款烧化祭的精生的皮归伫献烧化祭的祭司。所有伫火炉烘的、伫鼎也是煎盘煎的素祭，拢归伫献这个祭的祭司。有超油的甲无超油的素祭，拢着归亚伦的子孙大家平分。下面是献予上主的平安祭的条例。老人为着感谢要献祭，着用超油的无酵饼、抹油的无酵薄饼，甲超油的幼米粉做的饼，甲社文祭的精生做伙献。搁着献有酵的饼，甲为着感谢献的平安祭做伙献。着对逐项要献的饼摕一份额悬做礼物献予上主，这个物着归伫献平安祭的血的祭司。为着感谢献的平安祭的肉，着伫献祭迄日食，一点仔都毋通留到过早起。老人为着谢愿也是甘心献祭，献的祭物着伫献祭迄日食，剩的过日毋通食。毋过剩的祭肉到第3日着烧掉。老人到第3日还得食平安祭的肉，伊献的祭未受上帝接纳，嘛无算伊有献这个祭。这个肉无清气，这个人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。这肉若吸到无清气的物，就毋通食，着用火烧掉。其他的祭肉，礼仪上清气的人拢通食。老人本身无清气，搁食献予上主的平安祭的肉，这人着对人民的中间激出。老人摸到无清气的物，无论是无清气的人，也是无清气的精生，也是任何无清气的物，搁食着献予上主的平安祭的肉，这人着对人民中间激出。上主命令摩西，着对以色列宣布，无论是牛、绵羊、山羊的油，拢毋通食。自然死的精生的油，和野兽、拆理的精生的油，通做别项的路用，毋过千万毋通食。无论什么人食献予上主用火烧的精生的油，迄人着对人民中间激出。恁无论住伫什么所在，拢毋通食鸟仔也是野兽的血。老人食血，无论什么血，迄人着对人民中间激出。上主命令摩西，
就对以色列的人宣布，若人要献平安祭予上主，就对伊的平安祭的祭物摕一部分来献。伊就亲手带净鲜的油甲香坎肉，用火烧做祭物献予上主，将香坎肉伫上主的面前摇摇咧做祭物献予伊。祭司就将油下伫祭坛顶烧，香坎肉归伫阿伦甲伊的子孙。恁就对恁的平安祭摕正平的大腿举悬做礼物，归予祭司。阿伦的子孙中间献平安祭的血甲油的祭司，通得到这个正平的大腿做因的份额。我对以色列人平安祭的中间，将这个药价、香坎肉甲提悬的正平大腿，予祭司阿伦甲伊的子孙，做因对以色列人得到永远的份额。这个祭物是对用火烧献予上主的祭物摕出来，做阿伦甲伊的子孙应得的份额。对因做祭司服侍上主的日开始，这就是你甲因抹油设立迄日，上主命令要予因的份额，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以上是修法祭、素祭、赎罪祭、赔罪祭设立祭司的祭甲平安祭的条例。这个是摩西伫西奈的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献祭物予上主的时，上主伫西奈山命令摩西。看见全职侍奉者的需要，现代人读到献祭的条例，有时阵会感觉繁琐佮乏味，但是对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来讲，这却是重要的教导。通帮助因按照上帝心意，甲伊建立合宜关系，佮甲周围的迦南人有所分别。利未记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讲到赔罪祭，相关的条文和赔罪祭有一寡无同，但是两者上款拢爱将祭物的油烧献予上帝，祭物也是素祭爱归予祭司。赔罪祭的条例真清楚指出，祭物的倒一寡部分爱献予上帝，倒一寡部分归予祭司。11节到34节是关系平安祭的条例，这是以色列人上接献的祭，佮称做感谢祭，就是人为了感谢上帝的恩典奉献的祭。以色列人乐意献上平安祭，因为因常常领受上帝的恩典。今仔日教会的信徒也相款，常常为感谢上帝的恩典，甘心乐意奉献。平安祭的条例讲到归予家己的迄一部分祭物，当日就爱摕出来做伙分享，佮着予祭司应得的部分。伫献祭的相关条例中，主要是由祭司执行祭礼，因是利未人，也是阿伦的子孙。因为祭司受分别出来，专心伫圣幕中承担圣职服侍的角色，因为安尼因并未受亏待。伫献祭条例中，上帝看重人摆放什么，也看重祭司得到什么。伫新约中，保罗伫写予哥林多教会的批信中讲到，教会应该供给顺会传道者生活的需要，亲像旧约时代的祭司得到供给同款。保罗关心的是全职传道者伫教会是毋是受善待，安尼的善待毋单单是物质生活所需要的供给，更加在地敢会当甲
牧者同心同工无？当咱咧讲，阮的教会有善待牧者的时，咱是毋是有对圣经的教导认真思考善待牧者的内容和含义？是提供牧者物质生活上需要是无？还是伫上帝国度的事工中，愿意和牧者同心服侍是无？美国检调单位生命之路2021年捌针对上千个牧者进行访谈，希望了解牧者伫牧养工作上的困难甲最大的需求。根据调查，欠缺同工甲会友冷漠甲欠缺承诺是牧者伫牧养上上大的困扰。这显示现今的牧者伫属灵和牧养上感觉到孤单和欠缺同工的困境。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需要搁较侪的探讨，却也互咱有机会思考牧者的需要甲善待牧者的意义。咱知影，教会要伫这个时代回应上帝的呼召和完成大使命，并不是单靠牧者也是信徒个别的努力就会当完成，是要伫主呢同心合作，做伙同工，才当完成上帝交托的使命甲责任。默想，安怎会作为是善待专职的传道人？我的教会有善待牧者无？安怎会作为是善待专职的传道人？我的教会有善待牧者无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诚做我的大牧者，搁互我伫生命的无共阶段得到无共牧者的牧养和培育。恳求你，互我会当看见牧者的需要，为伊祈祷，搁甲伊同工，互牧者伫服侍的工位上袂孤单，会当专心侍奉你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